喂 Jason，今次唔單止 AI 搶飯碗喎，仲有外地勞工嚟搶飯食喎，仲有而家經濟咁低迷，點樣居安思危啊？所以更加需要咧揾多一個收入來源，即係令到自己咧更加多武器啊！即係唔好令到真係份工不保嘅時候咧，先至揾得多個收入來源咧，太遲啦。咁即係好似嗰啲叫咩啊斜槓族咧，就做多幾份唔同嘅工作咧，有幾份唔同嘅收入，咁點樣選擇啊？咁所以咧，記得要留意我哋嚟緊呢段影片啦，咁可以揾到一個咧，可能係你最好嘅選擇。好，大家好。大家好。我係番茄 Frankie，係一位排毒健康教練，專門幫助三高同埋有呢個叫做痛風問題嘅人咧，就逆轉健康難題嘅。係，大家好，我係 Jason，咁我係 OV 嘅健康排毒教練啦，咁我比較擅長一啲咧處理一啲濕疹啊同埋皮膚嘅問題嘅。喂 Jason，嗱上一集我哋講咗就 AI 搶飯碗啦，咁最近我個朋友就問啦，喂，其實唔單止 AI 搶飯碗喎，因為而家睇到咧政府又輸入外地勞工啦，亦都係經濟又好差啦，好多餐廳啊或者零售業咧都係陸續倒閉喎，咁亦都睇到咧失業率咧都有上升嘅趨勢。咁佢就問我啦，喂，而家我暫時份工都 OK，但係我有咩方式可以令到自己可以居安思危呢？即係唔好話等到冇咗份工先至諗出路呢咁樣。你有啲咩建議俾我呢位朋友啊？好認同 Frankie 頭先所講嘅，因為即係有好多餐飲業嘅老闆都做唔掂，老闆又少咗，員工又越嚟越多喎，咁所以肯定係會失業率高，或者你想加人工都難啦。咁你其實我覺得 Frankie 你呢位朋友呢，其實係最好嘅時機呢，要發展個副業㗎啦，即係揾一個多一個後備嘅收入嘅，因為佢依家份工係 OK 嘛，即係租金供樓，即係嗰啲佢搞得掂先，咁可以冇壓力之下去發展多個副業，咁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啦，即係有啲人就會去拍片啊，或者係即係練下，即係練啲新嘅技能，例如裝修啊或者點樣，咁即係其中一個就係我哋係成為我哋嘅健康排毒教練都係其中一個選擇。喂，我聽嗰啲 KOL 講咧，就話近年來咧啲廣告越嚟越少啊，即係意味住佢哋做 KOL 嘅收入都係一路縮緊喎。咁如果我呢位朋友我介紹佢入行，究竟點樣去睇嗰個行業咧？究竟嗰個行業個市場大啊，或者有前景咧咁樣？咁我覺得當然揀一啲即係龐大市場㗎啦。咁同埋第二，即係自己要好感興趣嘅先。係。咁所以我覺得做健康排毒教練係服務一啲咧，依家好多人有呢個亞健康嘅問題嘅。即係咩意思咧？即係佢係糖尿病擲界啦，高血壓擲界啦，即係140上壓係高血壓。咁可能其實有唔少人係130幾，或者係142、143咁樣。咁醫生都未俾藥佢嘅，即係建議你。即係冇個名，冇個病名嘅。即係佢臨係懸崖邊咁樣。咁其實佢就醫生都叫佢不如你觀察下先啦，或者你即係改善下啲飲食。其實醫生都係咁建議嘅。咁好多人嗰啲人就會揾我哋啦。我哋呢堆咁多人咧，就係我哋嘅客戶群嚟嘅，我哋就係服務點樣去幫到呢班人啊。哦，咁即係你講緊咧，我哋係屬於一啲係保健啊、養生嘅行業喎。咁我相信咧，人去到40-50歲開始就有少少亞健康嘅問題啦。咁即係話意味着咧，而家人口不停去老化咧，咁即係話呢個市場係會好大下㗎咯喎。係㗎。咁不如講下你當其時係點樣去接觸到我哋公司，或者你點樣入行咧？同埋咧，呢個行業係咪好需要好高門檻咧？學歷啊、費用啊各方面嘅嘢咧？其實咧，我覺得個門檻咧，其實就最緊要有個熱誠喺度啦。我當時真係加入嘅時候係19歲啦。咁其實當時19歲會有啲咩醫學或者保健嘅經驗知識咧係冇嘅，一張白紙嚟嘅。咁所以 OV 公司亦都係有好多好好嘅活動啦、課程啦，去令到我哋學識究竟咩係健康咧，咩係真正點樣去幫到其他人處理一啲例如濕疹啊、高血壓啊，或者簡單啲減肥嘅問題咧咁樣。咁所以當時嘅我讀緊書啦，其實都係用一啲課餘時間去做嘅，咁所以好適合你頭先嗰位朋友，千祈唔好喐份正職，唔好衝動先，保持住份正職，咁可以用一啲公餘時間，即係咩意思咧？即係可能放工，即係可能都喺度碌下 YouTube 片啊，或者係煲緊劇，可能2個鐘嘅時間，咁去經營自己多一個嘅副業咯。咁聽你咁講，咪即係好似唔係太專業咯？即係好似去咗個俱樂部，
只係嚟認識下一啲普通嘅營養知識，咁點樣先至成為一個認證嘅排毒健康教練呢？哇！成個過程其實都好認真㗎，即係你真係要嚟學習。咁我哋有分初班、中班、高級班，至最後有個公司認證你合資格，你先可以成為健康排毒教練。即係話參與公司成為會員呢，就仲未係成為排毒健康教練嘅。咁就公司有唔同嘅會議啊，或者課程呢，我哋慢慢一步步去報讀。之後透過考試，咁就然之後先至成為公司嘅一位認證嘅排毒健康教練。因為有好多人係想做健康排毒教練，其實都擔心或者自己客戶群可能未必咁多喎，咁所以其實 OV 好非常適合你哋啦。因為咧，其實你成為一個排毒教練咧，咁你會有一啲資料咧喺 OV 嗰度會幫你登出嚟。係。咁有啲例如我咁啦，派緊公司有啲 YouTube 片講一啲濕疹嘅問題咧，其實會有一啲家長。好多時有啲媽媽咧會主動聯絡你，想諮詢更加多咁樣嘅。咁好多時就會有個 WhatsApp 想諮詢更多咁樣。咁其實有好多實際經驗，就係呢幾年都有唔少嘅媽媽咧，其實係聯絡咗我，亦都用咗我哋嘅方法咧，係幫緊佢哋嘅小朋友嘅。咁甚至可能就係已經聯絡咗有2-3年啦咁樣。咁甚至有啲係會再轉介俾身邊嘅其他朋友再用我哋嘅服務添嘅。咁即係話呢個排毒健康教練咧就好專業嘅，同埋咧我唔需要咧就放棄我日頭份工作，甚至到咧好適合一啲年青人咧好中意做 slash 咁啊，即係話有唔同嘅行業有唔同嘅收入咧，俾佢多一層嘅保障喎。咁呢個都唔錯喎。咁即係意思你已經成為認證嘅排毒健康教練，即係話我哋去搜尋 OV 呢個網站咧，可以揾到你嘅資料嘅喎。係㗎。或者係喺我哋嘅連結咧，可以直接揾到你咧，可以查詢咧比較詳細嘅資料嘅喎。係啊，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有興趣，究竟點樣成為健康排毒教練，同埋自己究竟適唔適合咧，想諮詢多啲咧，其實可以揾我啦 ，Jason 或者揾 Frankie 都得嘅。等你哋嘅問題咯喎，咁我哋下一次另一個話題再同大家傾偈啦。好，拜拜。拜拜。